美国海军 F-35C 战机坠入南海，照片与视频在网上流传。美国海军一架 F-35C 战机1月24日在南海卡尔文森号航母甲板上降落时发生事故，美军随后证实 F-35C 战机坠入南海。有美方分析人士称 ，F-35C 包含一些美国海军最先进的技术，美军不想让它落入中国之手。美国总统拜登周五表示，出于对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担忧，他将很快派遣少量美军，加强北约在东欧的存在。我将在近期内向东欧和北约国家派遣军队，人数不会太多。拜登向媒体如实表示。乌克兰虽然不是北约成员，但美国担心，如果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会波及到邻近的北约国家。在中美关系紧张、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只剩1周的背景下，中国官媒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在周五晚间援引未具名的消息人士称，美国的反华势力试图破坏冬奥会，并将体育政治化。《中国日报》的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华盛顿正在制定一项计划，煽动不同国家的运动员表达对中国的不满，消极比赛，甚至拒绝参加比赛。美国驻华大使馆则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中方试图误导公众。俄罗斯全国人口在2021年大幅减少了104万，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以来的历史性跌幅。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当地时间28日公布人口最新数据，截止2022年1月1日，俄罗斯人口约为1.4547亿，在与1年前相比，人口减少约104万。台湾陆委会27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将依照潜力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但是关于抵制开闭幕式，将在整体审慎评估后由体育署对外说明。当北京准备迎来另一个奥运时刻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多国表示，他们不会派政府代表出席，理由是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担忧，包括中国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虐待指控。1月27日，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境发生冲突后，两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元首在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地区举行会晤。据报道，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卡姆奇别克塔西耶夫和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塞姆明亚季莫夫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全面停火和继续会谈。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来自世界各地的243个非政府组织呼吁对其进行外交抵制，并敦请运动员和赞助商不要让中国政府的人权侵犯行为合法化。人权观察和维吾尔人权项目等243个组织发布联合声明指出，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藏族、少数民族和各独立宗教团体的信教群众实施了大规模的破坏。